Hello， 我係珠海流水通。嗱，講我嘅朋友過嚟大灣區買房，一定離唔開兩個城市，珠海同埋中山。咁珠海同中山有一個地方係非常之特殊嘅，佢叫做坦洲。珠中同城最直接受益嘅板塊就係坦洲。咁坦洲點解係最直接受益呢？咁佢只一大嘅優勢就係地理位置嘅優勢。咁坦洲佢呢度挨住珠海，可能一步之隔就係珠海嘅市區。咁佢呢度去到港珠澳口岸以及拱北口岸，僅25到30分鐘係頂天嘅時間㗎啦。咁佢按照距離嚟計嘅話，只有10公里嘅啫。咁你可以計下佢嘅時間差去到邊度啦，係嘛？咁好啦，今日我哋所睇嘅坦洲呢一個盤，佢叫佳景康城。坦洲佢呢個地方有低價、中價，亦都有高價。咁坦洲最高價嘅就係佳景康城，我哋呢個盤啦。咁佢點解賣得最貴呢？無非就係一個地段、品質、口碑同埋交付標準呢等等嘅因素所造成嘅。而且有一大部港澳朋友都會選擇呢一度，因為佢口碑太好啦。嗱，我哋依家目前跟住鏡頭送去樓上品鑑一下。嗱，咁我哋呢一套呢，就係交付標準下，所見即所得，114平方可以做到4房3個衛生間。其實佳景康城佢注重嘅一個口碑之餘，同埋佢整個交付標準嘅一個品質非常可以捉嘅就係一個細節。嗱，我哋呢一個入戶嘅位置下，一般你所見到呢個子母門咁嘅形式係大戶人家先有嘅，一般細戶型係冇。咁我哋呢個144平方其實標配呢一個咁樣嘅子母門，一細一大嚇，大戶人家先至會有。佢呢個就係防火嘅實木門嚟嘅，非常之可以嚇。咁呢啲咁樣嘅指紋密碼鎖都係一個標配嚟㗎啦。咁入到嚟我哋室內呢一度，其實可以睇到呢個係地磚嘅灰係嚇，比較就係輕車風嘅為主。嗱，咁呢度一排嘅鞋櫃啦，呢啲鞋櫃嘅話非常之市正實用嘅，滿一整排全部都有鞋櫃，包括呢啲咁樣嘅地角線嚇，呢啲裝飾嘅燈條全部係有喺呢度嚟嘅。咁入到嚟我哋呢個就係廚房嘅位置啦。咁佢廚房呢一度嘅話，你咪睇佢依家目前咁簡單喎，但係佢度全部嘢所睇到係配得俾你明明白白嘅。先講呢個3件套啦，西門子嘅3件套，油煙機啊、爐頭再加埋洗碗機，佢都全部安排咗俾你，全部係西門子一線國際品牌，係咪啊？咁我哋呢一個櫥櫃下，佢仲係德國嘅柏尼嘅品牌，佢仲唔係國內嘅，仲係德國嘅品牌嚟㗎嚇。百利嚇呢個品牌，呢啲質感真係冇得彈。所以點解會咁多人佢會買呢個佳景康城嘅單？就係咁樣，因為人哋全部出品係冇得好講嘅。嗱，呢啲咁嘅天花，佢全部做咗無主吊頂嘅一個咁樣裝飾嘅燈條，包括呢啲咁嘅廊架 Panasonic 松下嘅呢啲咁嘅廊架都有喺呢度嚟嘅，非常之可以。包括呢啲咁樣嘅無軌嘅呢啲咁嘅推拉門嚇，佢仲係防撞嘅嚇，無聲嘅軌道，非常之可以嘅呢啲咁樣。所以貴係有貴道理，畢竟人都會有個層次啦，有低中高，係咪啊？咁房依然都一樣嚟嘅。咁如果你覺得呢個盤貴，咁你一定唔係佢嘅購買對象或者目標。但如果你接受得到，你整個條件，我覺得係完全 OK 嘅。咁我哋呢度咧就係屬於一個大廳位置啦。嗱，整個大廳嘅空間感係非常之闊。從呢一個位置，整個呢個尺度係達到有成4米嘅開間，南北通雙陽台嘅嚇。咁我哋所見亦都即所得啦，呢啲咁樣嘅面板、護床板，佢全部係一個叫做膠標嚟嘅膠標啦，包括呢啲咁樣嘅窗簾，電動窗簾全部係配咗俾你嘅嚇，拉佢就一個軌道嘅窗簾，就係咁樣嘅情況啦嚇。無軌道一個叫做電動窗簾啦，哎呀，點樣停嘅？嗱，咁樣一個電動窗簾。非常之可以嘅嚇，一個都係標配，窗簾配埋俾你嘅嚇，咁就係再加埋我哋呢一個門窗啦，呢啲咁嘅門窗嘅質感非常之可以，你過嚟睇過，你開過就知道啦。一般佢係一個豪宅先至會安排俾你嘅，日本嗰個品牌 YKK 嘅嚇，質感非常之好。
非常之厚實。咁出到嚟我哋呢個陽台望出嚟嘅就係一個內園啦，落邊嘅話就係一個綠化帶啦、小區嘅園林啦，係嘛？咁呢啲包括就係、有水系嘅、有羅漢松嘅，非常之高端嘅一個品牌嚇。咁再到我哋睇翻入邊呢一度。睇翻我哋入邊嚇，呢個就係啱先就係大廳，咁呢邊就係餐廳位置啦。咁同樣呢邊都係嘅。咁望得出嚟我哋內園南北通對流，包括嚇呢一個咁樣嘅洗手盆，包括呢一個咁樣嘅洗衣機、西門子，呢套全部係含晒俾你嘅。你話呢個佢真金白銀，佢係使咗成3000幾蚊，成4000蚊一個方裝修出嚟嘅呢套房。咁如果你買一個叫做普通嘅一套樓，佢個裝修標準就冇咁好。咁佢呢度所用嘅全部一線品牌。啱先講呢啲咁樣嘅地磚係道格拉斯嘅，嚇佢一塊磚為到100幾蚊一塊，400蚊一塊磚。咁你其他啲你就係幾廿蚊一塊，你裝出嚟嘅質感都唔同啦，係咪？咁一個空調，有啲人佢就係會用嚇國內一線品牌格力最好係咪啊？咁依家佢用全球最好嘅係咪？咁大金嘅中央空調。呢攬埋都幾萬蚊一套嘅，係咪？咁呢啲咪就係一個叫做交付嘅標準同埋品質嘅把控咯。佢全部用嘅用材用料一線品牌。嗱，我同你講嗰啲咩水龍頭花灑全部都係為到德國嘅高爾，係咪？面板都係杜拉維斯嘅，馬桶係維寶，係咪？咁佢所用嘅嘢，佢唔係話國內嘅品牌你可以同佢比得到嘅，係咪？咁佢呢啲睇下。首先你唔好話佢空間點樣先嚇，咁佢呢度嘅用材用料係完全係過硬嘅、過關嘅嚇。你睇下呢啲咁嘅門扣，呢啲咁樣你普通嘅邊係咁樣嘅啫，係咪啊？呢啲門扣、呢啲門、呢啲咁嘅把手，即係質感你嗰度開過你就知道啦。我哋呢個房間入邊嘅所有嘅房間嚇，佢全部係配置呢啲叫做床布俾咗你。樓王佢係全部升級咗嘅，咁你就係普通嗰啲咧，佢係一個叫白床嘅啫，好似呢啲咁樣。咁佢白床嘅話，其實都有個好處嘅，你用水，好似呢啲咁邋遢咗，你用水一抹，佢抹到嘅啦。其實可洗性達到3000幾次嚇，可以通過洗3000幾次。咁呢個一個房間，呢套房係屬於係4房嘅3圍啦。呢個房間係帶一個主圍嘅嚇，帶一個衞生間嘅。如果係話老人家小朋友一齊住，你想更加方便啲，呢啲4房3圍就非常之 OK 嘅啦。同埋佢呢度全屋係配電動窗簾，啱先客廳有，包括呢一度都有。嗱，好似我哋呢個位置咁樣，佢電動嘅窗簾都會有喺度嚟嘅。呢啲全部都係膠標嚟嘅。你話喺珠海又好，喺澳門又好，或者喺坦洲，你任何一個地方，你可否揾到一啲咁樣嘅電動窗簾啦？比較難揾。咁我哋街嘅康城呢啲佢全部係屬於一個叫做標配，俾到你下。我哋睇完呢間房，再睇下其他嘅。嗱，呢啲房間全部係嘅，全部配有呢啲咁嘅電動窗簾，非常之舒服。其實所以點解街景康城佢嘅房係你越賣就越貴，而且仲係越多人去買。咁佢買嘅都係邊啲群體啫？其實你過嚟睇過就知道，其實係咪啊？咁我前面講就係人嘅話，佢並非所有人都係有錢，或者並非所有人都係一個叫做收入低㗎嘛。咁有啲人會追求有要求嘅，買台車一樣啦，買件衫一樣啦，係咪啊？你有幾萬蚊嘅車，有成千萬嘅車。咁咪都唔同啊嘛，咁有啲人佢要求佢追求品質，你價錢你冇同我講，你貴喺邊度，你道理喺邊度，咁你過嚟睇過，你對比完咗之後，你先再去揀，係咪？我覺得有啲人佢賣街嘅康城嘅單就係咁樣情況嚟㗎啦，我覺得係 OK 㗎，一嚟就係現樓，二嚟佢裝修 OK，我簡單地配置一啲家私電器就可以入住，咁我點解唔 OK 啊？我喺香港嚟計一套咁樣嘅房，你冇2000萬，你唔使諗。咁我呢一度嚟計唔使300萬、200零萬就可以入住，咁我何樂而不為啫？同埋呢度佢滿都係細節嚟嘅。嗱，好似呢個櫃咁樣，你正常喺呢個位置你係做唔到一個櫃㗎嘛？佢呢度係咁樣開俾你嘅，即係一個空間係可以入到嚟嘅。即係佢所設計嘅嘢係全部係有道理嘅。其實佢街景康城。你其他嗰啲你可唔可以做得到啊？嗱，人哋關翻埋係咁去關埋嘅，就咁嘅情況。呢啲櫃佢就咪配晒俾你，
一個叫做主位，嗱就咁情況。包括呢一啲咁樣掛一個叫做浴巾嘅地方下，標準消毒嘅烘乾功能，係咪？所以你話佳景康城佢貴，肯定貴㗎啦。咁點解貴嘅話咁多人去買？係咪？咁佢道理喺邊度嚟咧？中意嘅嘢係冇道理嘅，收入有關係。嗱，咁如果係話對我哋呢一個佳景康城呢一套房感興趣，可以隨時咁聯繫我。我係珠海樓市通，做喺身邊靠譜嘅樓市康道。